麦克风测试。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搁一届来到伊的面前。顶礼拜拢在落雨啦吼。我会记得9日一了后，大概若落雨就山崩啦啥，所以咱有一个时阵感觉山崩那像真厉害。顶礼拜就落雨，我感觉无听到这个消息啦吼。所以感谢上帝，雨水送来到台湾，但是灾害无带来到台湾，是咱真通感谢的代志。所以咱做伙来开始今日的敬拜，请咱大家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虽然有大雨来到阮的中间，主阮感谢你，你互阮的水源得到充足，你搁一届来看顾阮，也无带来灾害。主，我要为着这来感谢你。主，阮也感谢你，互阮伫今日早起时，通伫遮说的这段，大家同心，经过诗歌，经过逐种的活动，我们要来敬拜你。主，求你甲阮得地。主，求你也甲所有侍奉的同工得地，无论
因伫搭一个职位，主，我们荣光你的名，我们互你的圣会得到荣光。主，阮也为着身体欠安，无法度来到阮中间，也是渡合无方便，无法度来到阮中间，伫线顶甲阮伫做伙组织的会友，阮也为因献上祈祷。主，阮也今日也特别为着阮的讲员，甲听的人，大家拢为着这来祈祷，求你，互因讲的、听的，拢通得到利益。这时，我们开始阮的敬拜。主，求你安静阮的心，安静阮的灵，互阮来到你的面前，独独甲你相拄。这时，阮安尼祈祷，拢上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老早平安，欢喜大家做伙来今仔早起的练诗。咱今仔日要来练2首诗歌，其中一首咱拢已经真熟，咱也头前有圣诗，咱请先开298首。快乐快乐，咱来阮来敬拜，快乐快乐，阮来敬拜。咱先头前因2节做伙吟。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夜头仰望心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要伊黑暗无打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的关心，就做万米之罪恶乐，当心为泪做无做，天使设灵三角金色，天顶地的大欢喜，远山千国田野草花，市水平原凉风吹，鸟这诗歌清澈水泉，上主听通永无线。这首诗歌咱定定圣诞节吟啦吼，今仔日较特别，甲今仔讲道的主题有关系，所以团队特别拣这首诗。啥这首诗歌咱听起来这么熟？其实这就是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上尾的一首，迄个快乐颂。所以世界名曲，大家听起来拢真耳熟。但事实这条歌伊上一开始是一个德国的诗人，叫做 Friedrich Schiller， 伊写一首诗就叫《快乐颂》。讲实在，要讲伊是德国的诗人，无啥准确，因为迄个时阵伊是18世纪的人，18世纪德国还未建立的，这个国家还未建立，会当讲伊是德意这个地区的一个诗人，讲德语的。迄个时阵伊创作这个诗，其实是受到伊内底有一句歌词，其实就写在这个圣诗内底，在第3段咱敢若会唱到，叫做。Other mentions Weltenbruder，Other mention Weltenbruder。其实中文有一句话，就是按这句话翻译过来，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若用台语来讲，就叫做“万民皆”，唔是这诗啦，“万民皆”这诗是加里文讲的，“万民皆兄弟”啦。因为伊迄当阵的历史背景是法国大革命的时阵，
法国大革命迄个时阵的理念是啥物？自由、平等、博爱嘛，吼。Liberty, equality， 博爱中文翻译了无啥准，其实是 brotherhood， 就是兄弟情谊，敢若兄弟啊共款遮尔亲。所以伊迄个时阵是受到这种人文主义的理想所来感动来写这首诗歌。啊，尾啊到伫贝多芬，贝多芬是19世纪的人，所以其实因两个时代是无顶塔的。19世纪的贝多芬受到伊这首诗的感动，迄个时阵德国要开始建立啊，所以来用伊这首诗来写做伊第9号交响曲上尾一句，所以开始有这首歌来出现。但是事实是安怎？有一句话讲，现实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全人类拢亲像兄弟这种利益上，其实到尾啊变做是啥？你想要甲人做兄弟，人无一定想要甲你做兄弟。虽然在过去因为阶层的无共款拍破了，但是人甲人之间嘛是因为语言、文化、风俗的无共。你想要做兄弟，我无啥想要甲你做兄弟，所以因着安怎处理？你无爱甲我亲如兄弟，我甲你相争，强迫你甲我做兄弟，甲你争甲变兄弟啦。所以尾啊拢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是安怎尾啊德国的建立其实就是无想要甲法国人做兄弟，所以建立家己的国家。德国的建立是安尼，所以这是贝多芬迄当阵的背景。到伫这首诗是安怎是变做圣诗，其实是到美国的一个牧师叫做 Henry Van Dyke。你看这个名，伊就是有荷兰人的这个祖先啦吼。伊是咱长老宗的牧师，伊将这首原本是人文主义的诗歌，甲变做基督教化。安怎变做基督教化？只有伫咧上帝听内底，因为所有人敬拜上帝，咱才有法度亲如兄弟。所以这就是第3节内底伊讲：上主天父基督兄弟，四海一家亲无比。所以这首诗歌其实伊是结合弗里德里希勒的人文主义的理想，贝多芬音乐作曲的天才，甲这个 Van Dyke 这个牧师伊的基督教的思想，才结合起来。所以其实咱咧唱的这首诗歌，自细汉唱到大汉，伊其实是包含了足多，等于会当讲欧洲近代史拢伫内底啊。所以咱过来唱这首诗歌，咱即个唱全部4节做伙唱。心
心三角印写一做恶落主生命，上帝主爱普及人类，就着三听极宝贵，称赞不断地挑战，这路阮斗的人生，一路歌声响亮无停，带咱入凯旋人生。好，真好，请咱大家搁献到554首，554首。透早起也好静，透早起也好静。这首诗歌是美国的牧师所作 ，Norris Shaw。咱看这个歌词，敢若伊是做农的吼，其实毋是，伊是受到诗篇126篇的这个启示啊。诗篇166篇真出名，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流目屎去野种的。要欢欢喜喜收割伊受到这个圣诗篇的影响来写这首歌，因为伊本身是伫美国的中西部，迄个时阵也真少人，迄个时阵咧大开发的时阵，迄个时阵嘛是做农业，伊用这个诗歌去鼓励迄当阵的福音传道者，因为因常常出去野子，但是无一定会看到收成所以讲你流目屎去。野种的，上帝一定互你看到收成安尼。咱来唱这首诗的时阵，咱来感受者，这首诗其实就有美国的民谣的感觉，中西部，敢若牛仔很忙迄种。周杰伦牛仔很忙，听起来甲这首真实。咱做伙来吟看卖。透早起也好静，应用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半步也无停。着吞论到顶受，欢心听候收成，就会欢喜严实。五穀收回来，五穀收回来，五穀收回来，就会欢喜严实。五穀收回來，五穀收回來，五穀收回來，就會歡喜嚴實。五穀收回來，咱愛唱較緊的，因為這首歌應該原本是較緊的吼，較有迄個牛仔很忙的感覺。大家唱到遮慢的時陣，牛仔攏困去啊。来，咱这首歌速度爱较紧，唱头前2拍。透早起也好静，用阮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半步也无停。搁较紧的，着阮到顶受，宽心听候收成，就会欢喜坚持。五穀收回來，五穀收回來，五穀收回來，就會歡喜堅持。五穀收回來，五穀收回來，五穀收回來，就會歡喜堅持。五穀收回來，第2節搁較緊的哦。好天氣也好靜，風雨也唔通停。雖然烏遠也寒，也是着向前。工課若做清楚，即使着通收成，就會歡喜堅持。五穀收回來，五穀收回來，五穀收回來，就會歡喜堅持。五穀收回來，五穀收回來，五穀收回來，就會歡喜堅持。五穀收回來，真好。咱較早吟詩的時陣，記得吟較緊的，毋通哪吟哪慢，大家腳步就慢落來啊，牛仔困去啊。好，咱今仔日進入今仔日的
礼拜时间。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这是咱做伙来用圣诗。圣诗第554首，圣诗第554首，透早起夜好种。透早起夜好种，用温困甲热情，日头起夜好种，半晡也无停，着吞润到昼食。全身听候修成，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请会众起立，咱做伙来用全首圣诗第554首。透早起也好种，因温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种，半晡也无停。着吞润到昼食，全身听候修成，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好天气也好晴，风雨也毋通停。虽然乌云密，也是着向前。工课若做清楚，即时就通修成，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照常起也好种，做工甘愿着磨。虽然拄着危险，毋肯半路线。工程若是完成，求主就来接我，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请坐。
这是咱当心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第9部的第6节，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54篇，第信息的后壁1097页。启用文第54篇，这是咱做伙来启用。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行目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灵敏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当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互阮阁会当来到教会，做伙来敬拜你。互阮会当明白你，互阮伫充满你的爱中来成长。阮满心感谢。主啊，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求你怜悯世界这个所在有战争、有迫害、甲苦难的人。愿你放下平安，平息纷争，显明公义。互受压迫的人得到安慰甲盼望。主啊，阮也要为着台湾来祈祷，求你保守国家的平安，互执政者甲政党拢会当以人民来设想，面对国际的局势甲外在的威胁，求你亲身来看顾。引带台湾行伫和平甲稳定的道路面顶。主啊，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互你的话成做阮性命的根基，互基督的疼成做生活的模范，互圣灵的同在成做阮每一日的快乐。主啊，也求你看顾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互因忧伤的心得到安慰甲平安。求你帮助阮，无论伫任何的状况当中，拢会当专心来跟对你、信靠你，将阮一切的重担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阮也要为着暑假的夏令营甲福音队来祈祷，求你赐福，互所有的同工甲参加的人，求你赐下智慧、能力甲合一的心，互遮个事工成做传福音、
见证助力稳定的经济，互伊不宜长大，互搁较侪人会当明白你，知影你的福音，知影你是阮的上帝。阮会将今仔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自头到尾会保守甲带领。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事咱平安。这是咱做伙来看圣经诗篇126篇，诗篇126篇，第旧约的部分678页。诗篇126篇第1节，耶和华带遐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锡安，迄时咱亲像眠梦。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咱的喙出大欢喜的声。外邦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大事，耶和华有为咱行大事，咱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互阮受掠的人倒转，亲像南方的溪水阁流，流目屎也静止的。要出欢喜的声收歌，遐个流目屎带经济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筹码欢欢喜喜倒来。献诗，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受恁所野的。啥物，就是啥物。恁伫上帝国所种下的百姓中，应听所关爱的，得较归回。信心所结的果子，得较保守你。是
你所要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的兄弟告诉你的保守，你高音你没听见，做出下的歌，所最完全，我的世界。你所要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的兄弟告诉你的心中，因听所关爱的靠归回，信心所给的轨迹的靠保守你。这是要请李浩传道师来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喜乐，咱是一阵快乐的主名”。各位兄弟姊妹来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伫清早时做伙来伫到属灵的殿内底，甲咱的阿爸爸上帝做伙亲近，做伙来听圣经的话语。伫咧讲道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美好的透早来到你的厝内底，甲你同齐享受即段美好的关系。愿主你的圣神伫阮的心内发出亮光，对阮生命的需要来讲话，来坚固阮，来帮助阮。愿讲的甲听的，拢伫圣神的引带带领内底得到利益。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今仔透早，叶洪执事伊的迄个对伫迄首圣诗的分享，差不多就甲我的讲道的重点拢讲了啦吼，所以就安尼就下课好啊。伊今仔咧讲的是啥物？伊讲迄阵人伫主的厅内底诚做兄弟，然后做伙唱出欢喜喜乐的诗歌。其实今仔日的诗篇就听的诗，即个126篇。伊就是即阵人，诚做兄弟姊妹，做伙唱出喜乐快乐的诗歌。我想要问大家，恁认为喜乐是诚做基督徒的条件吗？喜乐是诚做基督徒的条件吗？也是讲，其实喜乐是诚做基督徒的结果？当咱诚做基督徒的时，咱敢会用有喜乐无来诚做评判家己是毋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标准？也因为安尼，有时阵其实有一寡的兄弟姊妹，因会伫困苦艰难的中间，伊犹原要表现喜乐的状态。有时我看了真毋甘。有一个牧者，伊伫一冬的内底，伊失去伊的老爸甲老母。当阮咧安慰伊的时阵，伊拢笑笑讲：啊，袂啦，袂啦，感谢主啦，互因安尼会当煞世间的劳苦安尼。其实迄个笑，阮看了咧边仔的遮个同学看了，拢会感觉真毋甘。所以，亲爱兄弟姊妹，
喜乐甲啼哭其实是会在相时存在的。这就是一个我个上帝的基督徒会当展现出来上真实的生命的状态。基督徒的喜乐并毋是咱已经脱离悲伤艰苦，只是咱清楚知影，这一切无法度夺走上帝伊甲咱同在，阁有伊对咱生命的即个计划，所以咱犹原会当喜乐。咱并毋是只有伫咧喜乐的中间，会当来经验上帝。伫苦难、悲伤、流目屎的中间，咱犹原会当来经历着上帝。也就是讲，当咱真实行伫即条信仰的道路的顶面的时阵，喜乐毋是一个条件，而是自然展现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要继续问的是：恁是有喜乐的人吗？恁是有喜乐的人吗？其实我最爱看进农商的，进农商吼，大概安那拢笑眯眯。恁真正认真看伊的笑容，伊大概行你教会拢安尼，安尼。吼，若去看到伊迄个去晨曦茶坊看到伊嘛拢安尼。吼，真正，恁是一个喜乐的人吗？若是现在要叫恁来分享一个值得欢喜快乐的代志，恁分享会出来吗？即个欢喜快乐的即个时间，通常你会当持续偌久的时间？伫咱的生活内底，平常时迄种欢喜快乐的代志，其实会互咱足欢喜的，无毋对。毋过会当持续偌久的时间？若是生活无快乐，恁会安怎互家己来快乐？对团队来讲，若是小可无快乐，小可食一下麦当劳就会当解决啦。总是吼，真深沉的迄种的悲伤、忧闷、艰苦，迄真正就毋是食麦当劳会当解决啦，甚至是食到炭烤鸡排嘛无法度。所以我的办法就是，我真正爱回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安静。其实真正当我心情真正是到一个真上低的所在的时阵，我真正会回去到上帝的面前安静。我发现这还是真实，会当来帮助我恢复真正迄种内在的喜乐甲快乐的方式。所以咱伫世间生活时常想要为着要得到，认为讲咱伫生活内底认为讲要得到喜乐，就必须爱甲遐个悲伤艰苦消除，咱才会快乐欢喜。总是有时咱知影，并毋是任何的代志，咱拢会当安那控制的。毋是任何的艰苦，你会当讲叫伊消失，你就消失的。所以有的人选择安那，想要至少先来麻痹家己，对毋对？甚至有的人因为安尼，就选择要脱离甲人的关系，因为因认为减少接触，因就减少伤害甲艰苦。可能安尼就会快乐起来吧。有的人透过金钱，也是讲酒精等等的方式，想要买到快乐。也是讲得撇、麻痹、痛苦的感觉。总是咱拢知影，迄种的快乐，也是讲麻痹的感觉，拢真紧就会消失。若是安尼，到底属天的喜乐要安怎来得到咧？咱要怎样保持这份喜乐，来成做咱生活中间上大的快乐咧？一个人并毋是无法度领受到上帝喜乐的充满，一个人是有法度的。总是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看到的是，喜乐是伫一个属灵的群体内底，会当发展出一个更加美、更加水的一个面向。所以，咱透过诗篇126篇，咱来看，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因是一群回去到因的故乡，然后唱出喜乐而乐的诗歌的人。这个诗篇126篇并毋是大笔所写的，其实嘛毋知影是啥写的。总是人咧看这个经文的背景的时阵，咱会当知影是伫主前586年的时阵，犹大国灭亡了后，是毋是互人受掠？受掠了后，一直到最后，伫咧差不多主前539年，波斯的这个王高列，伊稳准遮的犹大人会当回去到因过去的土地。重新起造因的城市，所以迄对伫迄当时受掠的遮犹大百姓，是一个真无法度想象的极大的生业甲稳定，你敢知？恁来想哦，恁若是迄个波斯的王，
恁敢会互遮个人，安尼着犹在因安尼着等于因的城市，甚至搁帮衬因来建造遮个城门甲城墙。应该是无可能吧？安尼就歹管理遮个人，甚至因有家己的气力，会当来安那拒绝你，也是讲甚至是安那，甚至有才调伫未来安那攻击你，对毋对？所以为虾米伊要安尼做？即个古列的即个王，伊所宣告的即个命令，互因转去的即个命令，对伫遮犹太人来讲，真正是亲像做梦共款美好的一件代志。所以吼，这就是一个即个波斯的即个古列的王，其实伫咧历史的中间是查会到的哦。这是一个，这叫做古列圆条，吼。即个圆条即马放伫地，放伫大英博物馆内底。伫咧迄个考古内底，因有发现讲，即个条内底就有写记载讲，伊上任了后，伊同意互遮过去受掠的百姓，会当登去到因原本的土地内底来生活，而且搁帮助因来起造城市。所以这是一种统治性的一个统治的手段，对毋对？政治性的统治的手段，总是上帝早就伫古列出世的前100冬。即个王出世的前100冬，就透过先知以赛亚伫咧以赛亚书44章、44章甲45章，拢有记载讲，对伫古列的即个王的唱舞，就是讲有记载上帝要呼召使用古列来，互伊来下令去起造耶路撒冷城。这是伫咧伊出世的100冬前。以赛亚书就已经记载的，所以遮个百姓真实来体验到上帝的拯救甲固守，因的内心为着即个事件甲经验，就对上帝安那发出大大喜乐的心，甚至周边的人拢看到，拢讲哇，这真正是上帝安那为因遮个人所做大大的代志，对毋对？所以为虾米遮个百姓心中会充满喜乐？我想是因为。因心中已经充满上帝同在的故事，伫咧过去因听见上帝怎样赏赐因的祖先玛纳，怎样带领因伫旷野内底有活水江河的出现，也是讲安怎过红海，代表是怎样我靠上帝来得胜。所罗门是安怎透过上帝来得到属灵的智慧，上帝甲因遮个列祖所立的遮个约等等的一切遮个故事，因其实拢知影，拢听见。总是当即个拯救临在的迄个时刻，对古早的拯救所立的约，到伫现在所发生的即件大代志，拢伫因的共同的记忆内底，连成一个强大的一个信仰的事实。就是伫咧过去上帝的预言也，唱舞也好，也是讲立约也好，引带也好，一直到因的国因的国受拍破。然后受掠，后来搁转来，即个过程对伫因来讲，迄连做一条历史的线。所以因真正发现，因的上帝对古早甲现在，拢要为因即个民族做大大的代志。所以因的心中有充满一个真大的喜乐。也因为安尼，有的学者认为讲，比如讲即段过程，讲是一个群体性的喜乐，伊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过程。就是讲，伊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脉络伫遐，然后成做一个喜乐的事实。所以，当咱会当来明白，原来过去所听见的，到现在咱所经历的，拢是同款历史的主所赏赐的，然后是同在是咱的阿爸爸上帝的事，上帝拯救的恩典，甲遐的故事，就会变成即份喜乐。上重要的根基，也真互咱的遮个迄个喜乐，成做一个无遐多好人的事实。所以，当咱来想起过去张来凤长老伊安怎搬山过岭的辛苦，圣山牧师甲郑长老怎样为着建堂，为着做的事物来当着做的挑战，敢毋是嘛？是真做上帝甲咱文山教会同在的一个。历史吗？所以，当咱伫咧即个中间渐渐来累积遮个见证甲故事的时阵，上时咱搁继续伫生活中间
来实践咱的信仰，军队耶稣信心军队。然后就会当继续分享主同在的见证的故事，伫咱的中间。这其实嘛会当真做帮助咱所有伫即个群体内底的人，所有的兄弟姊妹，将过去信仰的经历，到现在因的生活做一个连结。安尼会安那，就会加添所有的人对伫即个信仰、对伫即位上帝的信心甲勇气。因就会知影讲，哦，原来过去的上帝。安怎带领文山教会的上帝，到现在安怎带领文山教会的上帝，到伫我生活中间的迄个上帝，拢是同一个上帝。因连做伙了后，伊就知影讲，安尼即个上帝安那，值得倚靠，值得相信，然后因就有喜乐。所以简单来讲，我认为咱彼此应该爱更加来坐坐来分享生活中间的见证，然后将这个故事放伫咱的心中。总是首先，咱必须爱先安那，将家己的生活的中间的见证、稳定、主的引带安那，所有的听拢安那记落来，才会当来甲人分享，对毋对？你若拢无看到这个稳定、这个听堂，要安怎甲人分享？总是有一个小可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安那是无见证，要安怎？伫即个部分，团队要一个较严肃的来讲吼。也就是讲，若是你无用你的信仰来面对你的生活，将耶稣带入去到你的生活内底的时阵，安尼当然，你的生活袂有侪的见证。当然，你无遐多侪会经历到上帝。所以我当着侪的人，因咧甲我讲，伊拢无经验到上帝，我哪会知影上帝是真的？总是问落来了后，他发现讲，因为伊伫生活内底根本无啥咧想上帝啊，根本无想啊。所以可能也因为安尼，伊就无遐多伫生活内底发现讲，原来即个代志是一个稳定，原来即个代志是上帝会带领。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咱袂当伫即个中间生出怨妒的心。所以当咱咧听到别人的见证稳定的时阵，难免会安那，阿爸被上帝活咧，伊过哪遮好我咧，对毋对？所以咱可能会因为安尼生出一个比较甲怨妒的，啥物伊才有温数，啥物我啥物拢袂晓，对毋对？就有安尼的比较的心态、怨妒的心，总是咱千万毋通踏入去撒旦为咱恶的迄个陷阱内底。咱来想起保罗讲的，伫咧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讲，若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一体受荣光，百体同快乐。所以就是安那，咱来为着因献上欢喜甲感谢，也为着咱家己献上感谢。迄个感谢是啥物？是因为众人的见证拢用咱来证明一件代志，也就是咱的上帝是搁真搁活的上帝，甲咱同在的上帝。只是上帝陪伴互伊的时间，甲你的时间是无共款的，所以才会有即种为虾米伊有我无的迄种感觉、错觉。迄是一个错觉，吼。比如讲，你生日就是伫今仔日，所以我送你礼物。别人讲，为虾米今仔有礼物，对毋对？吼，因为时间无够，对毋对？迄天吼，我看到一个新闻，你敢知影这是啥？阮老爸啦，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迄天有人来问黄仁勋吼，咧讲吼，你咧找即个公司的人才吼，咧条件是啥物？我看了，我发现我会当去遐应征的。伊讲吼，黄仁勋讲，即个世界吼，从来无欠过聪明的人，而且即摆阁有 AI， 对毋对？伊看的条件是啥物？愿意付出，毋茫看到别人成功的人，也就是为真心为着别人的成功快乐的人，这才是伊想要找的人才。吼，安尼恁敢是？若是紧去记履历哈。所以无论伫咧真理的教导，也是讲世俗的成功的人的分享内底，咱拢会当发现讲，咱拢会当看见，愿意活出即款生命关度的，当咱愿意活出即款生命关度的时阵，咱一定会当着安那无值得咱安尼对待伊的安尼的人啦，一定有啦。总是你的身躯边一定嘛会有侪安那为着你成功伊就快乐的人，因为你欢喜伊就欢喜的人。因为你艰苦，伊嘛艰苦的人，迄是为虾米？迄是因为你安尼对待别人，然后你就去引做即款的人来到你的身躯边。我有一个兄弟吼，伊嘛是传道师，当伊来到台北，迄天伊来台北佚佗吼，
来到咱的教会，伊讲哦，恁教会哪会遮大遮水安尼？结果我带伊倒来到目三馆了后，伊讲吼，目三馆哪会遮大间？我大迄间哪会遮细间？所以伊就讲真正是伊就开始伫遐咧怨叹，安尼所以我就甲讲兄弟，你敢讲袂因为你的兄弟过了好快乐，你就同款快乐吗？是讲就因为安尼，你对你的兄弟生出这种怨妒的心吗？伊甲我讲生笑，伊随讲啥物？对你是袂啦，毋过对上帝会啦。虽然安尼讲生笑，总是你也知影，即个牧者真特别的是，侪的大教会咧邀请伊去因的教会牧会，要甲挽教。毋过伊拢无要离开迄间细间的教会，因为伊真清楚知影，上帝要呼召伊伫即个细间庄脚的教会做真美好的事工。所以真正有几啊间，我咧找教会的时阵，我想讲奇怪，遮个人咱拢无来找我，拢找伊安尼。我嘛咧怨。所以咱会当知影，真正足侪间大教会拢咧邀请伊，毋过伊拢无要去，因为伊真清楚知影上帝对伊的呼召。我要讲即个故事，是要互恁知影讲。若是咱每一个人拢真清楚知影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计划甲呼召的时阵，咱就袂去欣赏别人有的，然后我无的，因为伊会知影，清楚知影上帝要互伊的是啥物，然后伊相信即个是好的，所以伊就袂去欣赏别人。所以只有安尼，咱伫即个群体信仰群体属灵的家庭内底，咱才有法度拥有即个属天的喜乐伫咱的中间。咱也会当来体会到、体验到即个喜乐所带来，互咱每一个人的满足。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经文中间的这犹大的百姓，就是因为因心中早就有过去遐侪美好的见证，充满伫因的生活内底。然后当因亲身来领受上帝同在经历的时阵，因就将这一切变成一条线，连接做一伙，成做一个喜乐的线。迄是咧证明。上帝是古早现今存在的上帝，也因为安尼，因对伫未来会有啥物？因对伫未来会有毋茫甲信心，所以因会真实发出喜乐。所以伫即个群体性的喜乐的背后，所产生的遮个毋茫甲信心，咱会当伫第4节的时阵看到即个经文，伊讲耶和华啊，求你互受掠的倒转，亲像南方的溪水果流。这是犹大百姓上帝所发出一个毋茫的祈求。迄个南方的地属伫一个大扫的沙漠的地形，遐有侪高大的溪，迄土地拢闭开，对毋对？总是伫咧冬天的时阵，雨水一来的时阵，迄个大水就会冲入去到即个高大趴远的土地内底。伫迄个时期，迄个土地就安那重新恢复生命，甚至是开出花蕊。所以诗人要讲的是，毋望上帝透过即摆的生涯甲拯救，就重新互因转去到即块土地，重新领受上帝稳定亲像大水的灌压，充满因，帮助因重新伫即个原本已经高大趴远、闭开的土地内底，重新恢复过去生命的活力甲荣耀的生命。所以对恁来讲，迄个高大的难题是啥物？咱当咱搁转去到迄个过去咱所生命所遇到的困境内底的时阵，你面对到的是啥物？你的婚姻吗？还是讲你的未来？还是讲你过去所面对到的失败？当咱搁一摆转来到即个困境的面前，高大的土地的时阵，咱需要一个重新开始的气力。重新开始的勇气，总是啥物互因勇气？就是即个经历上帝所带来的喜乐，然后因的勇气会有一个毋茫，所以因知影会当对即个所在行迄个所在，是因为因有一个毋茫伫遐。毋过要行要需要啥物？需要气力，对毋对？所带出的就是信心的脚步。当因有迄个信心的脚步，信心来顺服军队的时阵，只要因愿意相信，因才会行出一步。当因继续持续伫生活内底相信、搁相信的时阵，迄一步，就会行往迄个因所毋茫的迄个所在。所以咱真正咱教会的即个
目标真正真好吼，信心军队对不对？就是安尼，咱一步一步来行这条道路。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的最后时阵，伊所做出信心的祈求，伊是讲啥物？伊讲愿流目屎也精子的，要出欢喜的写首歌。迄个流目屎带精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牛马欢欢喜喜倒来。为虾米要流目屎？这段经文其实咱都真熟的，对不对？啊，恁敢知影为虾米要流目屎来照？阮太太迄天甲我讲，因为流目屎吼，啊，就有水啊，啊吼，足古水吼。我要问恁一个问题：当恁是迄个犹大的百姓，吼，啊，咱当来到即个高大的土地的时阵，啊，结果你的手中敢若剩一包麦啊、麦子，吼，还是讲一包豆子、豆仔，吼，你若想豆仔吼，啊，真正剩无偌济，就剩即包尔。若是你会将即包的牛舌起来煮一顿来食，还是你会甲即包牛舌种伫迄个打扫无水的土地内底？若是我一定先食讲。古早伫咧迦南地迄个气候，5月份到10月份中间，基本是无落雨的，所以通常即个种产的即个家庭。伫咧10月份，迄个过程是上辛苦的过程，因为因一直咧烦恼厝内的粮食已经无够用啊，所以是一个真紧张、惊吓、烦恼的情绪内底。咱当咧到即个经文的处境来想，若是你是一个老爸，厝内底敢若剩一包麦啊，也是讲豆啊，你是会煮落去，互你的某仔囝有一顿饱足的暗顿，也是你会去到窝头，去到田内底，将即包牛舌精子种入去即个打扫的土地内底，然后等待雨水降临。若是你将迄包牛舌煮落去了后，可能明年因即个家庭安那都无收成，就会摇巴肚。所以，当迄个老爸窝头去田里，要将即个精子种落去的时阵，伊想起伫厝内枵饿的某仔囝，伊就流了目屎。伊流了目屎，因为伊毋知影种落去了后，天会落雨袂。伊毋知影对上帝来的水会降临，会灌压，会充满无。总是这是对伫一个未来无确定的未来，一个惊吓、烦恼真实的情绪。总是这嘛是一个伊对伫上帝信心的行动。所以诗人讲，愿流目屎也精子的，要出欢喜的写首歌。愿遐个流目屎带精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牛马欢欢喜喜回来。伊讲的是愿，真正是希望所有安尼流目屎种落去的遮个人，带着信心行动的人，上帝的水会充满灌压，互因欢喜得到满足的丰盛，得到喜乐的心。所以意思就是讲，愿迄个望雨水临在充满，佮带着信心行动去野种子的遮个人，伊会当得到真实的喜乐。因所流目屎所种的遮个袂落空，甚至是结出丰盛的产业，然后互因收回来。亲爱兄弟姊妹，对我来讲，我毋知影恁的性命爬远高大的所在伫倒位。当恁面对着生命中间艰苦困苦的时阵，甚至是亲像感受袂到喜乐的时阵，无要紧，迄是咱真实的一个情绪。咱拢会当将这一切真实的情绪带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甲伊分享，然后咱来回想上帝过去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互咱的恩典同在的遮个故事，吼，咱来回想。若是你真正想无，嘛，请你爱甲即个你身躯边来看你隔壁的人吼，看一下，好，即身躯边的人，你会当来甲伊分享，你会来讲，伫即个我即摆面对着即个困难，你敢有面对着即个困难？吼，其实我迄当时看到群主有一个相片，就是咱教会有一阵癌友吼，安尼讲。有一阵因伫迄个赖顶管，我伊敢有看到因 po 讲，因会当彼此伫教会内底分享陪伴，
我看到足感动的。虽然我有时真正一直为着遮个兄弟姊妹咧祈祷，总是我看到因愿意安尼彼此陪伴，彼此分享过去的经验，诚做彼此的快乐的时候，我真正真感谢主。就是亲像安尼，因就是为咱做一个真美好的见证，互咱知影，咱的教会就会当安尼。当你感觉你已经艰苦软弱，你嘛想无过去到底上帝为你做啥物见证稳定的时阵，咱会当来甲其他的人分享，伊会甲你分享讲上帝是怎样伫即个苦难中间来帮助伊的。然后你爱相信上帝予伊的，伊嘛会安那，嘛会共款予你，只是毋知影是啥物款的方式，也是讲毋知影，总是上帝的陪伴拢是共款的，上帝予咱的听嘛是共款的。吼，所以最后我想要用诗篇126篇的第2节来做一个结束。咱欢喜，伊讲啥物？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咱的舌出大欢喜的声。外邦人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大事。为虾米遮个外邦人，因拢会讲哇，耶和华真正为迄阵人做一个真大的事呢？为虾米安尼讲？咱来想哦，咱若是只有一个人，领受迄种幸福、美满、喜乐、快乐的生活，就算讲咱拢讲迄是上帝啦，迄我靠上帝得到的啦，感谢主啦。啊，毋过若是对伫遐无信的人，伊会安怎看？伊会感觉讲无啦，你可能运气较好啦，吼，较有福气啦，吼，还是讲啥物？你只是吼较巧、较能力较好，所以过了较好啦。啊，毋过当一阵原本无啥物特别的人，甚至是有破碎、忧愁、欠缺、软弱的人，因拢会当伫即个群体内底，同齐流目屎、夜青子，然后欢欢喜喜。收割生命的丰盛甲喜乐的时阵，这对伫迄阵未信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因永远拢无法度否定上帝存在的见证，甚至是甲咱伊嘛无法度来否定讲，原来即个上帝真正甲即阵人同在，所以因嘛想要安那，想要来进入到即个群体内底。其实即个生涯，就是伫初代教会迄个时阵发生的。迄阵人做伙分享，彼此陪伴相听，上帝就像安那，将所有的有的人安尼加添互因，对毋对？吼，所以伫迄个过程，咱会当发现讲，当咱伫即个群体内底做伙来活出即款信仰的见证的时阵，身躯边的人因就无法度否定讲，哦，原来恁的上帝是真的。因为当所有软弱欠缺的人伫即中间拢有喜乐的时阵，因就会讲哇，安尼遮真正无共款的吼，对毋对？所以真正是完整兄弟姊妹，咱拢会当伫即个信仰的群体内底，咱学习怎样彼此分享、相听、扶持。愿咱明白，咱需要孝顺上帝的稳定甲同在的经验，并且分享，并且来甲别人来分享，也互因会当真做互因，也真互即个喜乐，真做互因会当倚靠相信的一个快乐。咱同心来祈祷。赏赐阮喜乐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你将圣神放伫阮的心内，来陪伴阮，互阮会当伫咧软弱、艰苦、惊吓、烦恼的时阵，你的圣神正做阮时刻的安慰甲陪伴。愿主你喜乐的灵，就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互阮当阮咧孝顺你对阮生命的引带带领甲稳定的时阵，阮就充满喜乐。当阮做伙伫即个群体内底分享你的同在，你过去怎样引带阮，引带文山教会，引带阮行过这一切艰苦的路段的时阵，阮心中就充满喜乐，因为阮知影你是对古早、现今到未来，拢甲阮同在，听阮亲像囝儿的天父上帝。我们会将所有文山教会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来带领，当阮来到你的面前，敲找平静、平安、安慰、喜乐的时阵，你就来充满阮，亲像迄个大水冲入去迄个打扫趴荒的土地内底共款。阮的心要透过倚靠你，
透过我靠圣神的江河，阮的每一日的性命，每一日的生活，要亲像迄个栽伫溪水边的树，照时结果子，树叶也无要孤单。我们将这一切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祝福所有文山教会兄弟姊妹。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用信息，信息第298首，信息第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日头仰望升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线，摇移黑暗，无打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入阮心。这是请会众起立演全首。荣耀上帝大仁爱，心心欢喜。山深谷残野草花，青翠平原凉风吹。鸟这时歌琴声水泉，上主听通永无线。堪受尊重永轻松，我挑生命喜乐源头。那海广阔水长流，上主天父基督兄弟，四海之家情无比，人人三听好路行去，享受喜乐永无离。日月星星三界音声，只做恶路主生命。上帝主爱普及人瑞，手照三听皆宝贵，称赞不断地向前，一路奋斗为得胜，喜乐歌声响亮无停，带咱离开全人生。请坐。这是咱备办先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感性逻辑。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请坐。这是我的报告。伫报告的内身，咱先做伙来读今仔日的今仔日即礼拜的经句。咱做伙来读2解。请着常常踮伫主内欢喜，我要国因伊着欢喜。腓立比书第4章4节，着常常踮伫主内欢喜，我要国讲伊着欢喜。腓立比书第4章4节。来州的圣工分担，领袖是郭金敦执事，师弟是张文玲长老，司琴是徐伯龙姐妹，献诗是朱丽欧，书献是潘秀丽执事，张金伦执事，交代是郭金敦执事，许朝家弟兄，音控是曹明祥弟兄执事，许承恩弟兄。执奏执事是潘秀丽执事。拜三的查经祈祷会，主会内容是《列王纪上》第11章，司会是黄文宏长老，主理是科牧师。后礼拜经文，后礼拜主日的经文题目，启应甲信息，拢伫周报面顶，咱会当先转去来准备，甲先来用信息。后礼拜主理是科牧师，这是咱献到周报的第6页。消息报告第1，小会根据今年好会会员好会的建议事项，通过办法，名称甲内容的修正。修正的办法甲对照表已经放伫1楼的公布栏，请会当家己去看。第2，招待东港的训练，时间是6月21号，地点是第2楼的礼拜堂，时间是下晡1点开始。报名表伫1楼的柜台，有兴趣的，甲请中级甲招待东港，若有兴趣的会当去1楼来填写。第3，玛纳团契的东港的改选，玛纳团契第6届东港，会长是黄慧谦弟兄，副会长是许伯恩弟兄，文书是张信莹姐妹，会计是张丁显弟兄，辅导是柯玉佳执事。也继续为着教会的事工甲集体来代祷，请问今仔日到新的朋友，好，这是咱做伙来行平安礼。咱拢正做一家人，
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你光明。因为耶稣，咱有过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活命，欢喜加连得主听。因为耶稣丰富三业主事定。只是请大家永远徛底，咱来用刷尾边的信息。信息第398首，用时线，请牧师来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上事大好，听通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星星愿灵甲咱感动，徛起在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默祷。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